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2月2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箴言第4章第7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59节到第8章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珍惜智慧。咱讲谋杀啦吼，有几啊种无共款的形式吼，最近嘛是伫台北发生吼，也就是讲咱有讲到无共款的情景来譬如啦吼，伫迄个极权的时代野情就会当出政权，也就是讲有情就会当成做主宰别人性命的吼。最近伫公共电视播出一个中国伫历史天安门事件中间，一个无想要成做历史罪人的将军，受到军事审判的这个过程吼。其实这种的情形伫台湾过去戒严的时代嘛是存在的吼。当然是因为是戒严，所以只有会当一个政党，袂当允准其他莫讲政党啦，政治倾向无共款的拢袂使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只要有反执政党的人士若组织做伙，拢叫做党外人士啦。你若组织做伙抗议行街头，就军方就会宣布讲党外叛乱分子伫集合活动，这种的通知。特别是一寡较重要的单位所在，比如讲海港啦、海湾啦、山区啦，也就是讲，特别是台北市，逐个这个交通的要道啦，军事的后勤单位，特别是这个弹药的补给库，拢会得到命令一旦营区受到迄个被怀疑是侵入的这种混入，就会当开枪来阻止任何的危机安尼吼。这种命令呢，等于是咱咧看电影迄个007迄种杀人的执照共款吼。这种命令到底爱执行爱无安尼吼？这需要有智慧啦，毋是用权责去思考。箴言第4章第7节到15节咧讲到智慧，讲智慧上重要，就拍拼找啦吼。就付出你一切所有的来换聪明，你尊重智慧，伊会高举你；你疼惜伊，伊就会互你尊荣。智慧会用花冠缀你的头壳，将阳光的王冠赏赐互你。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，你就会长岁寿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。你行的时，袂会拄着阻碍；你走嘛袂会绊倒。着这首假诗毋通放松，着谨慎来固守，因为智慧是你的性命。歹人的路袂通行，邪恶的人的路毋通入。着闪避，毋通对遐过；着越走来往前行。拒绝同流合污啦吼，咱咧讲这是谋杀的动物吼，这是追求智慧者的选择啦吼。新约使徒行传记载着第一位顺道的司提反被石头拍死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也未捌耶稣基督的扫罗就伫一边，并且为着这个公开谋杀来欢喜。就算伊毋是迄个凶手，毋是迄个帮手，伊嘛是算讲是安尼鼓舞人去杀人的迄种等级吼。使徒行传第7章59节到第8章的第8节安尼讲。因用石头顶司提反的时，司提反求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伊阁跪落去大声讲：主啊，毋通将这个罪归乎因，伊讲了就死。第8章第1节，
同迄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，使到以外所有的信徒拢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各所在。毋过有一寡虔诚的人，甲司提反排撞，为着伊大悲伤，迄时扫罗下手残害教会，一户一户入去，无论男女，拢带出来。甲因送去关落甲遐个分散的信徒各所在去传道，为了去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对遐个人宣扬基督。群众听到腓利所讲的话，佮看到伊所行的神迹，就专心听伊所讲的话。有真侪人互迄个城神附身，遐个城神大声话对因所附身的人出去。有真侪人半身不遂的、骹歹的，嘛得到医好。迄个城的人拢大欢喜。真侪骄傲无知，拢会诚做榜样啦吼。无论是针对人，还是咱咧讲文化，还是种智慧的财产，这嘛毋通因为家己的虚妄无知，诚做榜样。就爱知追求上帝的智慧，尊重看重其他的人的价值。诗篇148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人着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俄勒伊的正使者，恁着称赞伊的正天使啊，恁着俄勒伊。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神啊，恁拢着俄勒伊。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俄勒伊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个安置好势永远袂变迁，伊定规咧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，死那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，恁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大山甲小山，飞枝树甲碧香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，虫拖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，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色女，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那仁者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，伊的荣光盘过天甲地。伊互伊的子民恭敬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。就是遐个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阮求主爱怜悯的上帝，帮助阮追求智慧，毋通诚做恶者的同伴。阮会通来诚做迄种尊重别人、看重别人价值的主仆人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